到咗我呢個年紀，最想要嘅就係玩得自在，食得自在。阿媽，最近啲血糖指數、心電圖指數都好靚喎。我成日 check 住㗎，仲有 Robo-E 睇住添。乖啦，咁我就放心啦嚇。Robo-E 24小時監察住你嘅健康，當你身體出現狀況，手錶就會提醒你。我哋慢慢坐低量一量血壓先，好冇？更加有專人立即聯絡你，睇下你發生咩事，仲可以同仔女分享你嘅健康報告，咁大家就唔使咁擔心啦。喂，阿媽，你冇事啊嘛？ Robo-E 有不同嘅專科醫學團隊，唔使出街就可以同醫生見面對話，真係好方便㗎。撳個掣就可以隨時隨地檢查血壓，睇返個心電圖。Robo-E 牽住我手，令我自在無憂。